（burdening） 負擔成本概述。負擔亦都稱為成本加成處理，係一種將一個或多個負擔成本構成應用於每個單獨交易嘅原始成本金額，以計算負擔成本嘅方法。你可以選擇核算單個負擔成本構成，以跟蹤間接費用吸收或核算總負擔成本。你可以使用標準視圖編寫自定義報表，以報告每個明細交易嘅所有負擔成本構成。負擔嘅目標係為你提供原始成本同負擔成本嘅累積，以便你可以準確咁表示總成本。你可以選擇使用乘數嘅優先級，將總負擔成本計算為成本累積。以原始成本為例， Oracle Grants Accounting 會喺原始成本嘅基礎上執行負擔成本嘅累積，以便為你提供真實嘅成本表示。你提供用於計算成本嘅乘數，為每個詳細事務執行累積。負擔成本法術語。負擔成本代碼係實施定義嘅間接費用成本分類。負擔成本代碼表示要應用於原始成本嘅負擔成本類型。例如，你可以定義 GA 嘅負擔成本代碼，以通過一般同管理間接費用成本嚟負擔特定類型嘅原始成本。負擔成本係開展業務嘅合法成本，支持原始成本唔能夠直接歸因於所執行嘅工作。負擔成本嘅事例包括附加福利、辦公空間以及一般同管理成本。負擔乘數。負擔乘數係同組織關聯嘅數字乘數，用於負擔計劃修訂或者同項目或者任務嘅負擔成本代碼相關聯。負擔時間表。負擔計劃係一組由實施定義嘅負擔乘數，用於跨項目使用。換句話說，負擔明細表係間接成本明細表。負擔結構。負擔結構確定如何對成本基礎進行分組，以及將邊啲類型嘅負擔成本應用於成本基礎。負擔結構定義成本基礎同負擔成本代碼之間，以及成本基礎同支出類型之間嘅關係。原始成本直接歸因於所執行工作嘅成本。原始成本嘅事例包括工資同埋差旅費。負擔成本。支出項目嘅成本包括原始成本同埋負擔成本。總負擔成本等於原始成本加負擔成本。成本基礎。成本基礎係指應用負擔成本嘅原始成本嘅分組。負擔成本限制。如果喺允許嘅成本計劃窗口嘅最大間接基數字段中輸入金額，呢個將會限制 Oracle Grants Accounting 喺計費嘅時候用於計算間接成本嘅直接成本金額。Oracle Grants Accounting 將對直接成本基礎嘅間接計算成本計費，直到直接成本嘅總金額超過限制。如果你向超出限額嘅獎勵收取直接成本，則 Oracle Grants Accounting 將僅對超出限額嘅任何獎勵收取直接成本部分。該限制係累積嘅，而唔係按事務計算嘅。另為獎勵分配允許嘅成本計劃，其中 FH 嘅限制為$100，間接成本費率表中適用於機票嘅間接成本乘數為10。如果獎勵嘅機票直接成本為$100，則向贊助商開具帳單時，帳單總額為$110。或者如果獎勵嘅機票直接費用為$200，則當向贊助商收費時，計費總金額為$210。喺呢種情況之下，由於限制，間接部分僅根據$100嘅基本直接成本計算，存儲負擔成本計算。喺 Oracle Grants Accounting 中，負擔成本構成存儲為同一項目中嘅單獨支出項目。存儲負擔成本構成嘅支出項目使用唔同嘅支出類型標識，該支出類型按支出類型類 Burden Transaction 分類。Oracle Grants Accounting 匯總咗創建負擔交易嘅負擔成本構成，摘要按項目、最低任務、獎勵、支出組織、支出分類、供應商、PA 期間同埋負擔成本代碼進行匯總，按負擔成本構成。當你想喺 General Ledger 中跟蹤負擔時，你可以考慮各個負擔成本構成並行程序 PRC Create and Distribute Burden Transaction 匯總咗負擔成本，並為負擔交易創建支出項目。可以喺唔同嘅項目上創建負擔交易項目類型同埋負擔，使用項目類型看窗口上嘅看成本核算信息看選項卡嚟定義項目嘅負擔缺省值同處理。Oracle Grants Accounting 僅支持以下屬性
負擔成本作為單獨嘅支出項目。如果 Oracle Grants Accounting 中嘅贊助項目，請選擇此選項以考慮單獨項目同任務中嘅負擔金額。係負擔指示係咪負擔向項目收取嘅原始成本。附表用作默認成本負擔計劃嘅負擔計劃。如果項目類型為 Burden， 則此字段為必填字段。Schedule 字段為非贊助項目提供默認負擔計劃。對於贊助項目，負擔時間表嚟自獎勵。允許計劃覆蓋指示喺輸入同維護項目同任務時係咪可以覆蓋默認成本負擔計劃。呢一字段僅適用於非贊助項目。負擔成本法實施步驟：成本基礎同埋成本基礎類型。成本基礎係指用於應用負擔成本嘅原始成本基礎。你將成本基礎分配俾負擔結構，然後指定成本基礎中包含嘅原始成本類型，以及應用於成本基礎嘅負擔成本類型。成本基礎類型係指成本基礎嘅使用。Oracle Grants Accounting 預定義咗成本基礎類型 Burden Cost 同 Other 負擔成本類型嘅成本基礎用於負擔計算。負擔成本計算中唔包括類型唔係負擔成本嘅成本基礎。呢啲成本基礎用於對支出類型進行分組，以用於唔同目的，例如用於 Billing Extension 計算。負擔成本編號。負擔成本代碼表示要分配俾原始成本嘅成本類型。你可以將負擔成本代碼用於內部成本核算、收入生成同埋計費。你仲可以使用負擔成本代碼喺 Oracle Grants Accounting 中報告同核算負擔成本回收組件。為負擔成本代碼定義支出類型，該代碼將作為單獨嘅匯總負擔交易處理。你輸入嘅支出類型必須分配有 Burden Transactions 支出類型類。直列表中僅顯示分配咗 Burden Transactions 支出類型類嘅支出類型。負擔結構，你使用負擔結構定義成本累積。負擔結構確定成本基礎嘅分組方式，並建立將負擔成本應用於原始成本嘅方法。支出類型對原始成本進行分類，負擔成本代碼對負擔成本進行分類。成本基礎中，支出類型同負擔成本代碼之間嘅關係，決定咗將邊啲負擔成本應用於特定原始成本，以及呢啲成本嘅應用順序。每個支出類型只能夠屬於一個成本基礎，喺每個負擔結構中具有負擔成本類型。咁樣做係為咗讓該支出類型嘅交易唔會多次負擔。如果未將支出類型分配俾成本基礎，則使用該支出類型嘅交易唔會產生負擔。呢啲交易嘅負擔成本等於交易嘅原始成本。人工成本基數包括支出類型 Professional、Clerical 同埋 Sales。分配咗負擔成本代碼 Fringe、Overhead 同埋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材料成本基數包括支出類型 Supplies 同 Construction Materials。分配咗負擔成本代碼 Handling 同埋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費用成本基數包括支出類型差旅、餐飲同埋機票。被分配咗負擔成本編號 General and Administrative。複製負擔結構。複製負擔結構時， Oracle Grants Accounting 會將以下分配從現有 from 結構複製到新嘅 to 結構。成本基礎分配。負擔成本代碼。消費類型。要將現有負擔結構複製到新嘅負擔結構，必須首先輸入新負擔結構嘅標題信息。負擔結構。如果要喺計算負擔成本時使用相同嘅優先級，將分配俾成本基礎嘅每個負擔成本代碼應用。請創建附加負擔結構。附加計劃會自動為結構中嘅每個負擔成本代碼提供默認優先級值1。如果要指定將成本基礎中嘅每個負擔成本代碼應用於原始成本嘅順序，請創建 Precedence Burden 結構。如果你使用嘅係基於優先級嘅結構，請輸入要將每個負擔成本代碼應用於成本基礎內嘅原始成本嘅優先級。負擔計劃類型同埋負擔計劃，你可以喺 Oracle Grants Accounting 中使用兩種類型嘅負擔計劃，確定同埋臨時。如果你唔希望乘數發生變化，請使用固定嘅時間表。通常確定計劃用於內部成本核算或商業開票計劃。確定計劃可以有多個版本，但對於有效日期範圍唔能夠有多個版本。
由於喺計算總負擔成本時，可能並唔總係知道負擔乘數，因此你可以使用臨時乘數和臨時乘數。臨時乘數通常係根據公司當年嘅預測預算進行嘅估計，喺確定適用於成本嘅實際乘數時，喺審核乘數之後，將臨時乘數替換為實際乘數。Oracle Grants Accounting 處理成本核算、收入同計費從臨時更改到實際更改嘅調整。你可以為負擔計劃定義計劃版本，以記錄乘數有效嘅日期範圍。每個負擔計劃可以有無限數量嘅版本，但喺比定嘅時間點只能有一個活動版本。配置選項 PA 默認負擔計劃類型表示使用負擔計劃表單輸入標準負擔計劃時嘅默認負擔計劃類型。分配負擔乘數喺創建負擔計劃時，將乘數分配俾組織同埋負擔成本代碼。乘數指定將原始成本乘以得到負擔成本金額嘅金額。喺對支出項目進行成本核算嘅時候，系統會查看支出項目嘅支出組織，以確定用於負擔計算嘅乘數。Burden Multiply 層次結構有效乘數喺 Project Burdening Hierarchy 中向下級聯，從副組織開始。如果 Oracle Grants Accounting 喺層次結構中揾到未定義乘數嘅級別，佢將使用為副組織輸入嘅乘數。因此，組織乘數計劃層次結構實際上係異常嘅層次結構。如果組織覆蓋其副組織嘅乘數，則你只能定義組織嘅乘數。對冇負擔嘅組織嘅建議，你可能需要為冇負擔嘅組織設置特殊程序。例如，你嘅部門可能會使用冇特定類型嘅負擔成本，例如附加成本應用於其原始成本嘅承包商。要實施此方案，你可以首先為承包商設置新嘅支出組織，然後將該組織分配俾負擔計劃，並使用 Fringe 負擔成本嘅乘數為零嚟創建零負擔成本金額。每次為承包商嘅組織計算 Fringe 嘅負擔成本時，Oracle Grants Accounting 都會將承包商嘅原始成本乘數乘以零，得出負擔成本金額為零。呢個反映咗原始成本同負擔乘數嘅真實表示。添加新組織，如果喺編譯計劃修訂之後添加新嘅支出組織，則必須確保新組織包含喺計劃中。如果組織有自己嘅乘數，請將乘數添加到適當嘅計劃修訂並重新編譯。如果組織使用副組織乘數，請運行並發程序 PRC， 添加新組織負擔編譯乘數。定義負擔計劃喺 Burden Schedules 負擔計劃窗口中，輸入你正在定義嘅負擔計劃嘅名稱同埋描述，輸入此計劃嘅默認負擔結構。該結構喺你創建新修訂時自動使用。喺查看修訂詳細信息時，你可以睇到特定修訂嘅結構。你可以隨時更改計劃嘅默認結構。Oracle Grants Accounting 對你創建嘅任何新修訂使用新嘅默認結構。你可以更新默認結構，以創建對批定負擔計劃使用唔同嘅負擔結構嘅修訂。選擇此計劃嘅負擔層次結構。你為負擔計劃輸入嘅負擔層次結構係最新版本嘅默認層次結構。負擔層次結構信息顯示喺 Burden Schedule Version Details 窗口中，並且可以喺呢一個級別覆蓋。選擇 Type of Schedule 計劃類型，即 Firm 確定或 Temporary 臨時呢個嘅版本。喺 Versions 版本區域中定義修訂版本。你可能對特定時間表有好多唔同嘅修訂，例如你可能對會計年度中嘅每個季度都有計劃修訂。當你想要使用新嘅負擔結構，輸入新嘅負擔乘數，或者將實際費率應用於臨時乘數時，你仲可以創建進度計劃修訂。臨時計劃中修訂嘅開支日期同埋結束日期必須同 GL 期間匹配。對於確定嘅計劃， Oracle Grants Accounting讓你可以靈活咁使用任何日期作為開支日期或者結束日期。每當你創建新嘅計劃修訂時， Oracle Grants Accounting 都會自動關閉上一個打開嘅修訂。結束日期默認為新修訂版開始日期之前嘅日期。如果要阻止此計劃修訂版進行編譯，請啟用 Hold 複選框，係揀 Details 詳細嘅信息，按鈕以查看特定修訂嘅詳細信息。如果要將實際乘數應用於臨時修訂，請選擇 Actual 乘數。喺 Multipliers 乘數區域中輸入計劃修訂嘅乘數。你仲可以使用此區域嚟
嚟編譯負擔乘數。選擇 Copy 複製按鈕，將乘數從一個計劃修訂版複製到新修訂版。使用此功能，你可以跨計劃同計劃修訂複製乘數，但係你只能夠喺使用相同負擔結構嘅修訂之間複製乘數。你必須先創建並保存 Copy to 修訂版，然後先至能夠將乘數複製到新修訂版。編譯就完成所有乘數嘅輸入並保存工作後，選擇 Compile 編譯按鈕以編譯新嘅乘數。編譯計劃時，Oracle Grants Accounting 會自動提交 Compile Rate Schedule Revision 流程。你仲可以使用 PRC Compile All Burden Schedule Revisions 並發程序，一次編譯多個計劃。獎勵嘅負擔時間表喺為獎勵分配負擔時間表時，Oracle Grants Accounting 使用喺 Award Management 窗口嘅 Compliance 選項卡中指定嘅獎勵間接成本費率時間表。你可以通過從 Award Management 窗口嘅 Tools 菜單中選擇 Override Schedule 選項嚟覆蓋特定項目或任務嘅負擔計劃。非贊助項目嘅負擔時間表由於獎勵唔資助非贊助項目，因此 Oracle Grants Accounting 使用喺項目類型窗口嘅成本核算信息選項卡中指定嘅項目類型嘅負擔計劃。分配負擔計劃，你可以為項目類型、項目同任務分配負擔計劃。將計劃分配俾項目類型時，計劃係使用該項目類型嘅項目同任務嘅默認計劃。將負擔計劃分配俾項目類型，允許你實施公司策略。例如，你可以實施一個策略，要求特定項目類型嘅所有項目保持相同嘅乘數，以進行成本核算。你可以更改項目或者任務嘅默認計劃。你可以使用負擔計劃覆蓋嚟覆蓋項目同任務級別嘅默認計劃。負擔進度覆蓋通常反映專門為特定項目或者任務協商嘅乘數。你可以更改項目或任務嘅默認負擔計劃。如果你更改已處理項目嘅最低級別任務嘅負擔計劃，則 Oracle Grants Accounting 唔會自動標記項目而進行重新處理。只有你向任務收費嘅新項目先至會使用新嘅負擔計劃。你可以喺 Expenditure Inquiry 支出查詢窗口中標記要重新計算嘅項目。標記項目會導致 Oracle Grants Accounting 使用分配俾任務嘅新負擔計劃嚟重新處理項目。將負擔計劃分配俾項目後，你可以使用查看負擔成本窗口嚟測試負擔結構同負擔計劃嘅實施。負擔成本核算延期，使用負擔成本核算客戶端擴展覆蓋負擔計劃 ID， 並將唔同嘅負擔計劃分配俾支出項目。Oracle Grants Accounting 喺成本分配過程中調用 Burden Costing 擴展。你可以修改擴展以滿足分配負擔計劃嘅業務規則。會計負擔計劃修訂導致嘅成本調整。當你修改負擔計劃並重新編譯負擔乘數嘅時候， Oracle Grants Accounting 會識別受更改影響嘅現有事務，並標記要重新處理嘅項目。喺核算調整後嘅成本時，將沖銷原始交易記錄，並為調整後嘅成本生成新嘅交易記錄。Oracle Grants Accounting 唔支持配置文件選項 PA， 為負擔計劃重新編譯產生嘅成本調整創建增量事務，並且必須始終將其設置為否。並發計劃考慮匯總嘅負擔成本組成部分 PRC 創建同埋分配 Burden 交易。此流程匯總負擔成本並為負擔交易記錄創建支出項目。如果你將負擔成本存儲為單獨嘅匯總負擔交易，則會喺產生成本嘅贊助項目嘅同一項目上創建負擔交易。PRC 生成成本核算事件呢個流程為負擔交易生成會計事件。如果為流程類別參數選擇負擔成本，則程序僅生成負擔成本嘅會計事件。PRC 創建會計呢過程喺 Oracle Subledger Accounting 中為會計事件創建草稿或者做咗會計分錄。喺最終模式下運行程序嘅時候，可以選擇將最終會計自動傳輸到 Oracle General Ledger， 啟動日記帳導入程序，並喺 Oracle General Ledger 中過帳日記帳分錄。如果為流程類別參數選擇負擔成本，則程序僅為負擔成本核算事件創建會計核算、維護並發計劃。PRC 添加新嘅組織編譯負擔乘數。
當你將新組織添加到組織層次結構嘅時候，呢一個過程會添加負擔乘數，以減輕組織嘅負擔計劃。如果唔將組織添加到特定計劃修訂版，則此過程將使用組織層次結構中定義嘅負組織嘅費率，喺所有負擔計劃修訂版中為組織編製費率。必須已經成功編製負擔計劃修訂版，先至能夠添加組織費率。你必須喺創建組織之後，以及使用此組織作為支出組織對交易進行收費之前運行此流程。PRC 編譯所有負擔計劃修訂，呢一過程將編譯所有未編譯且未暫停嘅負擔計劃修訂。我哋建議你喺夜間運行呢一過程，因為你可能有好多未編譯嘅計劃修訂需要處理。